湾岛的客家美食文化，打扮咪好，客家菜咪好，撒下来是有爱阿龙哥咧做一出板条寿司卷列出料理啊，一定要详细看哦。学起来，其实按用客家的板啊做板条来做安的变化，做日本料理的寿司啊来呈现。韩国文安的结晶啊，非常的好吃啦。我想啊，你学起来啊，电本不看人来看咯，穷下来食。好，讲完到啊，按开始来做吧。撒下来呢，好好哦，列出啦，板条寿司卷做法啦。首先加呢，列係便利粉、番薯粉、菜內米粉。茶來按水，加冷水哦，冇加燒水哦。你要來做板條好，不看還有要打蛋器啊，要用筷啊，來攪勻啊，一定要來攪勻哦。你做唔得結粒哦，係這唔結粒啊，你做得用氣啊。來試過，但是佢要粉的東西呢，不用久哦，以下會濕啊，攪下攪唔開來，你是用氣來試開來，好，從後面，下來不用一啲啲的油就得了，好，一啲啲的，一般的油啦。沙拉油啦，也係講啲橄欖油啦，春天做得。較長，我見到線，長啲線，安子做得咧。好，再過來呀，要準備隻盤呢，煙盤就係倉嘅，未做得。準備好，韓國木馬嘅水去滾，先俾滾。你啊盤要注意哦，盤你用烏卡係用灰嘅，也係用不鏽鋼嘅，你要趁錢做得啦。你要用油，一般的油，莫用豬油啊，一般的按照植物油啊，好，咪做唔得甜盤哦，泡嘅油做得，佢係唔會黏嘛。古通第一地係會黏，第二地一定會成功。像你要準備啲水一定要滾嘅時間啦，陣時你打開來，你弄倉啊，你弄倉嚟偏你冇偏佢等下該醬不用下去為咩呢？佢會走盞啊。好，你一下呢？先不用一通吃，很辣麼？一定要睇火哦。好，冇甜朋友看到啊，你下腌絲是腌起來嘅，你下夾夾我嚟鉗蓋啊，鉗起來，鉗蓋啊，鉗起來，睇肉啊，差唔多。2分鐘到3分鐘，陣時就得咯。等下打開來看看咯。差唔多2分鐘咯，先打開來俾大家看一下。呢一下呢，你看你啊，摸拍拍啊，是表示你啊是好了。可是要動手哦，一定要用夾來夾起來。好，從後面。
你下电机哦，让佢直接等下子做得脱模，脱下來，你下電機下，你從安樣哦，差不多電2分鐘左右啦，叫冷安尼剝下來下簡單安尼看一下，我從你啊，先講麼？安是好了，你是一袋嘞，不用讓這樣來切。你像你阿母啊，佢係平的，做出是平的，一格一格的做起來咪真好看啊！你喺天一邊是唔是用油嘞？雜個咧做天一地，可是做天一地時節啦，要記得咯。你啊醬啊，叫為清代，係嚟來攪攪啊！同樣你啊先來放落去。好，一桶水，差不多一桶水半啦。免莫做甜品，調甜品嚟，因為板條冇人好食你要控制肉量來補一下。記得咯，兼個嘢，按油係用慢火。一定要用慢火，你做唔得用細火，細火做起來冇看。因為啊，你將你醬做得做咗地，做得做到20地啊，可能攀得一大攀啦。其實就唔靠，用你是係現代人做下創新嘅，你是用粉是做得咧。你係講愛用爸爸媽媽教不愛嘅，因為配方是做得用醬用醬啊，係麻煩啊，精米愛米你啊用粉呢，隨時買到試到自家做看看啊，真好搞你像做起來，不論你係做呢壽司件，亦係講呢炒板條人呢啦要記住阿龍哥教你做埋米翅目啦。大菜包啦、椰板啦，凍多種啊！客家板算起來差唔多要20-30種料到還有全世界種外國來講還有東南亞還有乜嘅蒜盤子咁咪當好食，人嘅啦要機會來介紹俾大家來你喺高餐你做得隨時cái vọc phải打開來，佢叫送芒。你看呀，凍結天地，可能結差不多1分鐘、1分半左右是做得嘞。記得啦，你速度其實凍結你火關下熄掉先來拿起來，不用冷，像這樣嘅，係咩做法？當簡單，希望客家福建嘅好朋友觀眾朋友一定來自家都不靠做看看啦。你按好嘅節目，你看你一定未先講，是講你一下笑啦，係講冷到你手樣有辦法去拿，像你當家吧，已經講係棉扒板棉扒板，等我做家地就好咧，同樣來攪攪，記得咯，天地係用油來掃是做得咧，天二地、第三地、第五地同樣，盡情唔是雜個用油咧，唔好調油啦，是講你你係來稱起來你係一地冇可能盡情攤開來你係來稱起來像你有調燒嘅時候飲強下，冇要緊，你白嚟開，你係來稱起來你係係用油，多啲油那個咪還是做嚟稱起來嘅，像咁樣，好，你按簡單嘅做板條是好了，繼續做咩咧？準備，因為壽司嘅材料
10个安准备素食材料，继续看下去哦。沙来煎卵皮，卵皮有咩煎，有咩酱吼。好，来准备2粒嘅卵来搅匀哦。有啲因为不用到盐啦，其实你自家嘅甜不用到盐呀，唔可以咁不用到盐吼，你不用调到，咁调咸，搅匀。cái chuẩn bị vòng má尽量系咧唔會黏鑊嘅vòng má吼，用到油，開火，cái油咪唔散到，泡泡就好啦吼，米睇到。好，来卵放下去，cái火唔是挺猛吼，最主要咧，做安呢，熟食吼，cái重點我要請係黃色嘅，大部分魚冇會食啊，基本上用到卵啦，豆腐卡一家裏面，一家裏煎嘅就卵皮，其實都簡單。你用咧2粒卵，1粒卵是做1碟，2粒卵是做2碟。冻酱哦。普通按煎1餐是做得嘞。唔是讲2000啦，2000哦，因为边面还唔好边，泡泡个佢蛋白是熟嘞，像安樣一蛋白就熟嘞，安是好嘞，好安你下好是到佢拿起來，好安是好嘞，卵皮安是算煎好了。做啲素食盤咪當重要我準備埋呢，米粒啦，再嚟全部加下去，還個蒜絲，還個湯，最主要是講先攪勻一定要攪勻。因為講你一下就啷個嘅方式嚟做，未做得，又係講你一下買倉甚至要買嗰種已經攪好嘅。佢建議按照壽司醋你買個未當便利啦，未做得，我同感覺你食材不卡出點油啦，因為出點油你只做得自家來做風乾強力，你自家可以做。好，來攪勻，安是做得嘞，撒下來，呢盤最好是用冷盤冷盤。用下去，了，莫一排倒下去倒下去開始條線融得咯，啲啲的，慢慢的倒，再來剁面呢，真就有冷盤叫人飲強下。來攪攪，你係講用煮好嘅盤你做啲賣嘅用嘅，一般嘅米本來米未做得，又係講有條嘢是啦好叫人賣嘅嘛壽司米未做得嘅用煮好嘅些瘦瘦你啊蒜絲然後米粒挑好嘅，嘅攪落當香，你像你莫調濕莫調濕你攪勻是做得咧，佢食起來蒜溜，一啲啲的甜甜。你像你啱一碗嘅飯，差唔多1大湯匙，安是拿咧。好，你一下盤未攪好了，你一下啷個
教你样板样来做安尼板条寿司卷咯。撒下来教大家样板样来做寿司卷咯。第一步最重要的啊，本个盘吼满粒，还个会腌所有材料，最重要是要有酱啦。你要酱吼，能够食嘅当特别咯，有点 mayonnaise， 还个按客家人的吉酱，我当好吉酱，吼来加落去，就来搅搅啊。你给你讲哎，会有蹦出非常好的滋味啊！见面时哦，我来讲顺溜，韩国啊，佢夾安尼肉啊、海產啊，春前當好。哦，你一講安是好咧，好，看起是當好食咧。好，再過來啊，去教大家來做乜嘅呢？來做安尼壽司卷。首先啊。有看到咧，蝦公啊，我今日要做安尼蝦公啊，你要傳起來，讓落去煮啊，大約差不多煮2分鐘出來。因為咧普通的蝦公呢，是那個薄殼那個薄殼機啊，當簡單啦。因為記得咯，唔是賣氣嘅，你賣冷凍嘅是做得嘞。蝦公呢，純粹嚟薄殼那個薄殼機。也來那個嘅切門啊，來去切起來。你來切起來吼，表咯蒙馬地為煮，幾樣玩點好看。哦，記得咯，你睇啲個技巧吼，學起來，你做出來嘅壽司卷啊，會很好看。好，你啊，我來煮好咧。好，下來呢？去教大家來樣板卷誒壽司哦，哦，你個壽司連準備好，再過來是保鮮膜，拉開來下沖掉啊，冇要緊。好，仲有嘢鋪到誒壽司連當擺，下來呢是加做好嘅板條啊，嘿，小誒不用客氣。係正經哦，做難聽嘅唔好爭啦。好，你跟起來哦，看唔到哦。誒，你係是普通麥豆嘅糯米，哦，加下攪好嘅盤，其實啦，壽司做起來啊。你做得做便當啊，生意的便當啊，也係講你出門吼去了，吼咪做得自家做，當簡單啦。從較早講種啊，爸爸媽媽帶財寶，你也做壽司不給帶出去，跟住冇窮了。吼，山西啊，攏個會用乜嘅呢？用嘅香鋪雞肉嘅香鋪肉哦。冇嘢嚟食，下冇嘢嚟食，我未做得，冇不用蝦公啊，不用嗰種嘅雞肉未做得。好嚟用手啊，你推開來，從嗰樣好，還是做得了。再過來，好，下來準備滷筍，也係滷得因為不用頭啊。未做得，是講用嘅節目吼，一定要下醬掉啦。有啲人因為用緊內掛，哦，內掛未做得，用蝦公，用蝦魚，用下多啲。你冇聽貪心哦，貪心吼，用聽到減起來啊。好，下來加煎的軟皮，比如冷杯。其實運動都係放水啦，你運嘛個蝦公運體機，運豬肉啊，
也係講愛用其他海產啊，最主要是講因為用熟嘅東西啊，你做唔得生嘅東西吼。也是安尼糯米粉，要俾下香。再過來安尼嘅醬，哇哦！很好啊，吼！然後保鮮膜會拉起來，你手哦，會略略個鉗呢，嘿咻，略略鉗一下，再過來，保鮮膜拉起來，捲一下。用暗力啦，啊，你做咩強大力？強大力佢會東西會擠出來哦。再個捲過去，再個最尾，好，你下要嚟捲進來，好，你一捲，真太捲咯，安是好了，好。等下切開來，俾大家嚟看。好了，來切開來，俾大家看。好，其實按半條吼有好食，你看，怎麼醬哦？來，你啊保鮮膜冇打開來哦，先來中間切刀。哦，從啱啱，哦，再過來，應該分四地好咧。你刀要用下利嘅啦，吼，冇鉗，用拉，切嚟時用拉。看沒有？給它切一半。好，撒下來呢？撒下來哦，又中了結醬啊！泡泡的是做对的。哦，看冻酱哦。你一下會變銀黑色的是這啦，你也是保鮮膜水來打開來喲，冇變銀黑色多。開始見效了。好，你從了一條，再做兩份啊。撒下來，還是好用枸杞啊，一粒。糯米粉，好了，也是今晡日阿龍哥做本大家看的，板條、壽司、鹹，希望客家福建的好朋友、學生啊學起來哦。